今日我嚟到求隻秋中學，今日嚟到裘錦秋中學，就想訪問一下考公社科嘅朋友仔。你今日考咗啲咩啊？考公民啊？有冇把啊？有啊。考咗啲咩題目啊？話咩公共衛生。如果喺發展中國家食嘢，你點樣可以避免肚屙？發展中國家食嘢，係啊，肚屙。發展中國家，你睇下邊個國家先？唔係有冇方法可以避免肚屙啫？咁咪發明一啲容易種嘅植物出嚟。睇你啲片喎，啊咁就乖啦。你做 gym 啊嘛？係啊。哇，俾我摸下大唔大隻？二頭數啊？咁大隻㗎？哇，有啊，好大隻啊你。佢今日生日啊！生日考 DSE 點睇啊？我生日考 DSE，佢送一份禮物俾我，佢送一份生日禮物俾我。考評局係啊，送一份生日禮物就係公社科。我啲份生日禮物我覺得好開心。生日快樂啊！多謝。我要推行呢個香港夜繽紛，要帶一個名人，你想帶邊個名人呢？我想帶立邦 James 過嚟啊！點解帶立邦 James 啊？因為你諗下咁大隻，一定係要食多啲嘢啦。香港咁多好嘢食，中外文化匯聚喎。香港有咁多嘢食，外國有咁多嘢食，立邦 James 一個人過嚟，肌肉又可以打多幾年咧，可以簽到2035年啦，係咪先？會唔會再帶其他 NBA 球星過嚟啊？唔會啦，因為立邦 James 老啦，過嚟休息下都好嘅。我本來尋日想諗住去裘錦秋中學問數學題㗎，不過我自己瞓得醒，未瞓醒。